成功唔關乎你事前做幾多準備，你有幾努力，而係你個人有幾穩定去面對當事情發展唔順利嘅時候。好多人誤解自信係唔怕失敗，唔會失敗。其實自信係講緊，即使你知道有失敗嘅可能性，但係你都深信自己處理到，而唔係內化成為我係一個冇能力嘅人。我係月希，歡迎翻嚟精緻女生研究所。呢一個係專分享自我成長嘅頻道。如果你想變靚、變自信、變有錢，成為一個走路大風嘅女仔，就記得訂閱啦。今日想同你分享我點樣喺29歲就實現咗生活自由。係生活自由，唔係財務自由，所以唔係純粹講賺緊幾多錢，係你好清楚知道自己想要啲咩，你每日嘅生活係按照你喜歡嘅節奏做你中意嘅事，而且你有足夠嘅資源同金錢去享受你嘅生命。對我嚟講，自由唔係唔使做，又或者要有好多錢，係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做緊你打從心底想做嘅嘢，唔係因為錢又或者人哋嘅期待、社會大眾價值觀而做。如果你覺得而家嘅生活係好唔自由，無論係因為咩原因，可能聽完今集你都會有唔同嘅啟發，又或者你而家做緊一份你唔中意嘅工，想改變但係好驚，今集都會同你分享點樣一步步實現生活自由。第一步唔係要揾到賺錢嘅方法，係你要夠了解自己。我當初大學畢業就入咗銀行，係因為我覺得穩定有糧出係好緊要，加上我做嘢係好有條理，中意有規律嘅生活，我好中意大公司嘅高級環境，我就根據自己嘅呢一啲性格特質，我會以為我想成為一個交標準稅嘅打工皇帝。去到26歲第一次裸辭之後，我嘅諗法完全改變。原來自由對我嚟講先係最重要。所以第一，如果你唔了解自己，你係會無論做啲咩，你都會覺得呢樣嘢唔係你想要嘅嘢，咁又點會去到心靈上嘅自由？當我開始了解咗自己啦，我以為裸辭就會實現到自由嘅生活，又錯啦。當我開始自由工作，雖然表面上我好自由，我唔需要再每日朝九晚六困喺 office， 冇人對我指指點點，但係因為從固定月薪變咗我有 job 先有錢，即係收入唔穩定，加上當時嘅我抗壓力好低啦，我精神狀態變得好差，每日覺得好大壓力，有錢又擔心下個月冇錢，結果維持咗半年我就翻去打工。喺之後嘅幾年，我就不斷從穩定打工同 freelancer 之間好拉扯。打工嘅時候就好掛住 freelancer 嘅自由，做 freelancer 嘅時候我又好掛住每個月穩穩定定有糧出嘅日子。講到呢度，你有冇發現想要實現自由生活要有啲咩特質？係一個穩定嘅內核。由6年前我第一次裸辭咗，去到今時今日實現到我認為嘅生活自由，我會總結2個你要必備嘅核心能力，一個係現實層面，你要有可以賺錢嘅高收入技能；另一個係內在層面，你要有能力穩定自己能量，管理好你嘅情緒，唔會一遇到挑戰挫敗就好崩潰。我除咗喺大學畢業之後做咗幾年銀行，我過去嗰6年，我有幫其他公司做 online marketing， 我有試過做聯盟行銷、做 KOL、塔羅、占星、靈氣療愈、SRT、靈擺，開過冥想工作坊，開過靈氣課程，仲有做過好多其他唔同嘅嘗試。去到今年我先終於確認到我自己想要啲咩，無論係事業上、生活環境上，我每日嘅生活方式，就係呢一段不斷嘅試錯旅程，令我真正了解自己要咩。而喺你呢一個了解嘅過程下，你要確保你每一個嘅嘗試都有做到以下2件事，令佢可以變成你嘅高收入技能。第二就係保持自己一個穩定嘅內核。關於高收入技能，我想你記住呢一條公式，係你人生入邊好重要嘅一條成長公式。如果記唔到嘅 cap 圖或者抄低佢。呢一條公式叫做底層能力公式，實用性乘靈活性乘高需求性就會係你嘅財富成長度。呢一條公式會解開好多人唔明嘅狀況。大家都係24小時，點解人哋嘅收入可以係你嘅10倍、100倍甚至1000倍？咩叫底層能力？唔係講緊你有幾多張證書，你嘅學歷有幾高，係講緊你嘅能力有冇符合以下3個條件。未聽過嘅聽清楚啦。1、實用性，你個能力可以有幾幫到人解決問題？你係解決緊一個只價值100蚊嘅問題，定係解決緊一個價值1000蚊嘅問題？
第二，靈活性，你嘅能力有幾多個人同埋有幾多地方係用得着。三，需求性，呢個世界上有幾多個人需要你呢個能力？當呢三個條件個交集越大，你創造嘅價值就越高，你嘅收入自然一定係幾倍上升。以前我喺銀行返工，最擅長嘅係咩呢？開公司戶口、睇公司文件，呢一個就係我嘅能力。實用性一般啦，靈活性超低，只有喺銀行或者金融機構先用到。需求性亦都係低啦，只係for一啲有需要開公司戶口嘅老闆。咁我揾唔到錢係好正常㗎，無論我幾叻幾聰明，我都只不過係一個處理公司文件、幫人開戶口嘅人。基本上我揀嘅方向就唔啱。後來我就轉咗做身心靈療癒師啦。實用性非常高，人人都有身心靈成長同埋健康嘅需要，特別係我自己。靈活性亦都係啦，任何人都用得着啦。需求性亦都非常高。而家嘅人係越嚟越着重心靈上嘅健康，而且都市人、現代人都好容易焦慮內耗，意思係市場需求只會越嚟越大，我嘅收入就會跟住我呢一個能力改變而上升。如果你而家係一個客服嘅，好明顯個價值就係好低嘅能力啦。你同樣都係要同人溝通，同樣都係要受客嘅氣。咁點解唔嘗試轉為做一個 sales， 培養成交嘅技巧、溝通嘅技巧？你做成一單生意已經等於你過去做 customer service 一個月嘅人工。又或者你係醫院護士嘅，有冇可能將自己 upgrade 成為接案嘅私人看護？再有大致啲嘅，專係為富豪服務，你就可以擺脫困喺醫院輪更嘅制度，你可以自定你嘅時薪、你嘅工作量、收入同時間彈性都更大。甚至你話我只係一個家庭主婦，其實你可以去學紮肚啊，或者將自己打造成一個育兒專家嘅創作者，將自己帶小朋友嘅經驗整理成教學，可以開 online course 經營你嘅 IG， 大把新手爸爸媽媽會睇呢一啲嘅內容。最後你話我好憎同人溝通，我嘅職業就係做文員。其實一樣超多選擇，學 AI 就係非常值得投資嘅能力。而家超多人都需要 AI， 你學識 AI 嘅，你一樣可以出 online course 啦，可以做 freelancer 接案啦，特別係做 online marketing 幫其他公司去行銷佢哋嘅產品。我自己嘅高收入技能就係社群行銷啦，好明顯。我主打就係做 IG， 同埋我嘅溝通力，亦都係令自己保持穩定嘅就係靠靈氣冥想。我過去做過好多1對1嘅諮詢啦，發現好多人有個盲點係認為自己要揾到一樣可以做一輩子嘅職業，我先會想將佢發展起嚟。但係其實呢樣嘢係冇可能發生嘅，你冇可能一開始就知道嗰樣嘢會成為你一輩子嘅事業，你只有做咗先知，同埋投入足夠長嘅時間。好似你返一份工咁，我好深信你返呢份工嘅第1個月嘅感受，同你做咗半年嘅感受，再去到你同一份工做咗1年、3年嘅感受都係唔同。但係有一樣嘢你可以一開頭就好清楚嘅，就係你想要一個點樣嘅生活，你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同埋點樣培養自己一個內在穩定嘅能力。有追蹤開我嘅月報都會記得我係2次裸辭失敗，就係因為我嘅內核唔穩定，我好驚死，好容易就想翻去嗰個舒適圈。第二個盲點就係好多人以為成功改變到係源自於我事前做足夠多嘅準備，我計劃得更好，其實係唔關事嘅。話說我第2次裸辭，我都以為我今次有準備好，我吸取咗第1次裸辭嘅教訓，我今次亦都有準備定一筆錢，我嘅副業亦都已經做咗2-3個月，個收入係追到正職，所以我先辭職。然而當時我亦都開始識得做 online marketing， 亦即係我頭先講嘅高收入技能。但係因為我本身我嘅內核依然好唔穩定，我嘅心理狀態係時高時低，當少少唔順利，我會開始自我懷疑，其實我係咪唔適合做一個 freelancer 呢？當你一自我懷疑，明明就算你 plan 好晒，知道你嚟緊要點樣行都好啦，你都會開始覺得呢一個計劃係咪真行得通呢？係咪我諗得太美好呢？然後就會唔想做。我好幸運嘅係，我去到第3次裸辭。當時我對於做 online marketing 其實都已經有一定嘅經驗同知識，我又開始諗，我唔想一輩子都做 online marketing 去幫人哋去行銷。機緣巧合下啦，令我有個決心將身心靈變為我嘅事業，然後我先認識靈氣。一開始我都半信半疑㗎，
關於能量療愈點樣靠雙手去感應對方有咩位置需要療愈，而且麻瓜體質嘅我一聽到就覺得我係搞唔掂。但係我第一次接觸完靈氣，我請靈氣嗰啲療愈師幫我做療愈，我覺得係好神奇嘅。我同佢都係搖佢做啦，我連佢個樣係咩都唔知，但係佢可以好精準講到我嘅情緒狀態。做完之後，我第二日係有一種前所未有嘅平靜放鬆感，連我身邊嘅朋友都話：點解你今日心情好似好開心咁？跟住我就開始學靈氣，慢慢再將靈氣變成我生活嘅一部分。我可能每日會用5分鐘、10分鐘去幫自己做一個靈氣療愈。舊年我第一次開身心靈課程就係做金錢靈氣，我好俾心機去寫啦，去準備我嘅介紹金錢靈氣嘅工作坊，亦都事前做咗好多次嘅 rehearsal， 但係當晚得30幾個人報名，我係非常無敵失望。嗰種失望係對自己好失望，好唔開心。我覺得我已經好努力去做，去到第二朝，我同平時一樣會幫自己做靈氣療愈、做冥想。做完之後，原本嗰種好沮喪嘅心情就冇咗，我好理性去分析，我接住落嚟可以點樣做翻好呢件事。最後2個禮拜後，超過70個人報名，亦都係達成咗我本身俾自己嘅目標。呢件事教識咗我一樣嘢：成功唔關乎你事前做幾多準備，你有幾努力，而係你個人有幾穩定去面對當事情發展唔順利嘅時候。好多人誤解自信係唔怕失敗，唔會失敗。其實自信係講緊，即使你知道有失敗嘅可能性，但係你都深信自己處理到，而唔係內化成為我係一個冇能力嘅人。我以前就係冇自信，對自己要求好高，我會好內耗嘅，同埋對金錢嘅焦慮令我嘅情緒狀態變得好唔穩定。靈氣係我非常好嘅充電工具，唔需要有啲咩儀式，有啲咩工具，佢唔似得塔羅要有塔羅牌 ，SRT 要有嗰個靈擺，要有圖表，基本上你有一對手就可以做靈氣療愈，我隨時隨地都可以用。每次做完我就會有一種好安定、好平靜、有力量嘅感覺。靈氣亦都係我用過咁多個嘅靈性工具，我最感受到能量同埋宇宙嘅存在。當你真正感受到，你就會知道呢樣嘢唔係幻覺，你唔再係麻木相信，你就會有一份更安心嘅感覺。我除咗每日會用幾分鐘時間去做靈氣冥想，我仲會喺直播之前做啦，平時同學員做諮詢前做啦，又或者我有啲咩諗唔通啊、情緒低落啊、瞓得唔好啊，我都會做靈氣療愈。我亦都好中意攞佢嚟做空間清理，同埋幫藍藍去做療愈。如果你聽到呢度有個疑問就係，咁我一定要學識用靈性療愈工具穩定自己。我諗你一定有平時睇好多激勵句子，睇好多人哋成功故事，甚至成日講肯定句，我堅持就會成功，我一定會做到。如果你每日都要靠呢一種激勵或者睇人哋嘅激勵影片去刺激自己，你會好容易覺得自己好似有精神分裂咁樣嘅。因為真正嘅自信係不能被激勵，係來自內在嘅穩定感。靈氣就係俾咗呢一種特質，我穩定。你想建立個人品牌，你想有自己嘅生意，你一定要保持穩定，你先可以日日有一個好嘅狀態。你想做副業，同樣你個人夠穩定，你先唔會頭1-2個月因為冇成績你就想放棄，甚至你想轉行其實都一樣嘅，你一樣係要保持一個好嘅狀態，你先唔會驚死啦，又或者喐啲行翻回頭路。如果你同我一樣本身好缺乏自信、高敏感、容易內耗、焦慮不安，唔好再去靠睇嗰啲激勵影片去催眠自己，呢一種嘅功效係好短暫。你需要嘅係一套更加持久、穩定、提升能量狀態嘅方法。每個人未必一樣，但係我自己嘅反覆嘗試下就絕對係靈氣。聽到呢一度，如果你依然覺得實現自由生活係好困難嘅話，我話你聽，你有一個穩定嘅狀態已經係贏咗一大半。因為一開頭我3年前決心將身心靈變為事業，我係遇過好多嘅挫折。我本身嘅粉絲唔係因為身心靈追蹤我，變咗我一講身心靈就會冇人理我啦，同埋我嘅退粉程度係好高，甚至啲人覺得我好奇怪。正正因為我內心無敵咁清晰知道呢一樣嘢係我一輩子想做嘅嘢，我亦都好深信做身心靈做靈氣係幫到人，所以無論我遇到呢一啲嘅挫折沮喪都冇令我放棄，我只係更加用心去諗我可以點樣經營好我嘅 IG， 我可以點樣從唔同嘅角度去分享俾人知。慢慢我就開始接到我嘅靈氣療愈個案啦，越嚟越多人同我講話，我真係有幫到佢，有感受到靈氣嘅美好，我嘅身心靈事業先慢慢開始成型。
對於經營 IG 咧，好多人以為要有好多 follow 啊，或者好專業先可以夠膽去收人錢，或者先會有生意，或者你覺得你要係一個好完美嘅狀態。我話你聽，其實係唔關事噶，因為我都唔係一個完美嘅人，但係我依然有能力幫到好多嘅月寶，從嗰個冇自信、討好型人格，去到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堅定做自己，冇再得返工作嘅生活，而係一步步建立一個自己都中意嘅生活。你無論喺咩階段，都會吸引到需要你嘅人。當然啦，我而家咁淡定可以同你講呢一番説話，只係因為我而家回頭睇，一開始我都會成日同人比較、自我懷疑。例如你出個 post 冇乜人睇，你就會覺得啊，我係咪做唔到啦？又或者冇生意，你又會覺得點解人哋做到，我做唔到？但係其實當你堅持落去，你就會可以過到呢一個階段。今時今日我依然係會有好多預期不到嘅狀況，例如可能我預期有50個人報名，點知最後得10個人報名，又或者我上個月可能月入20萬，我今個月可能得2萬。但係同以前唔同嘅係，我唔會再因為呢一啲結果而自我懷疑，又或者開始覺得好焦慮，捱唔住，唔係再俾嗰種負面情緒去主導我。更加重要嘅係，我冇再將成績結果同自我價值拉埋一齊。呢一個改變都係源自於我呢幾年日復日嘅修煉。靈氣冥想絕對係我穩定情緒、提升能量嘅支柱。話說我而家嘅生活係，我朝早第一件事，我唔係打開手機，我係打開窗簾睇陽光，跟住洗面刷牙後整理好自己，我就開始做靈氣、做冥想，安定好自己，然後先開始今日嘅工作。一般我晏晝就會做內容創作啊、寫課程啊，同埋同學員做諮詢啦。夜晚我會整理我嘅日記，我會睇書，我會進修自己。以前我會做嘢做到凌晨唔瞓覺嘅，但係我而家唔想再咁樣虐待自己，我更加着重我嘅能量狀態同保養。我亦都明白我唔要塞爆自己嘅 schedule。一個人太繃緊係思考唔到嘅，就好似以前我啱啱做 freelancer， 我會想用盡每一分每一秒去賺最多嘅錢，唔係賺唔到錢，但係我會好辛苦。如果你都係一人創業，你係做創作嘅，更加要俾自己喺一個能量流通嘅狀態，一個鬆弛嘅狀態。當我今年重新設計我每日嘅生活節奏，唔再係靠逼自己去做更多更快，係將工作變成係生活融合一起，一種好療癒連結自己嘅方式。我每日都會好重視，就係我嘅狀態多於任何嘅目標或者揾幾多錢。無論你有幾努力，成績有幾好，如果你個人係好混亂、好煩躁、好焦慮呢，你身邊嘅人都會感覺到㗎。好多人對靈氣唔熟悉，以為係一啲奇奇怪怪嘅嘢，甚至會唔會涉及咩宗教信仰？又或者啲人會以為靈氣同冥想係差唔多嘅嘢，又或者淨係可以療癒到身體，通通都唔係。靈氣的確係能量層面嘅療癒啦，但係佢唔係淨係療癒你身體，又或者佢唔係好奇怪嘅嘢，佢係一種好天然嘅大自然能量啦。除咗療癒身體，可以療癒情緒，甚至空間氣場，唔涉及任何宗教信仰。喺歐美唔少嘅國家醫院都有用靈氣做輔助療法，只係喺香港仲未普及，所以就令人對佢有誤解。靈氣第二個令我嘅改變係改變咗我對金錢嘅信念。我細細個咧就有好嚴重嘅金錢焦慮，因為屋企人成日為錢嘈交，我屋企人對我亦都係好苛刻嘅。我對錢會好冇安全感啦，同時間我有購物狂嘅上癮程度，我好容易會爭卡數，同埋我係月光族，結果就係一個惡性循環。我會因為冇得買嘢，甚至會喊啦。學習咗靈氣之後，教識我其實金錢係一種能量，呢一個能量會俾自身嘅頻率所影響。當你處於焦慮匱乏嘅頻率，你會不自覺令自己一直累積唔到財富。你表面話我好想儲錢，但係潛意識你就係有好多嘅唔想將錢留喺身邊嘅壞習慣俾到自己。其實潛意識嘅你咧，反而係有錢唔自在。
同埋我會覺得我想要擁有好多物質嚟填補自己。當我持續用靈氣，我嗰份安全感冇再建立喺物質上，我亦都戒到強迫購物嘅習慣啦，開始終於儲到錢。想了解靈氣點樣幫你穩定到內在能量嘅話咧，資訊欄有我即將開嘅靈氣課程，會有更完整嘅分享。而家亦都開放招生啦。不過為咗我可以確保照顧到每個學生啦，一班只會最多有8個人嘅啫，咁額滿就會提早停止收生噶啦。聽我講咗咁耐，你依然覺得對於實現自由生活好迷茫嘅話，唔知點樣踏出第一步，我俾個概念你，呢一個唔會係0突然變100嘅過程，係一定要一步步慢慢行出嚟嘅旅程，所以唔好視為係一個目標，可以嘗試視為係一個旅行，欣賞沿途嘅風景。你可以由以下3個方面開始。第一，建立高收入技能，例如學 AI、學內容創作、學寫文案、學點樣經營 IG， 甚至學整網頁，呢一啲都係非常實用嘅技能。2，建立適合自己穩定能量嘅方法。除咗靈氣冥想，寫日記都係非常好嘅一種方式。第3，建立可持續嘅成長節奏，唔好將呢件事變成係壓力，又或者設定一啲逼死自己嘅目標。當你一有負面感覺，你就會唔想做落去。應該係一個可持續執行嘅節奏。你每日嘅目標只需要有1% 嘅進步已經好好。如果你係揾緊一個明確嘅方向，希望能夠做快樂嘅事，經濟獨立，實現自由生活，亦都歡迎你嚟預約我嘅蛻變旅程60分鐘1對1嘅教練諮詢，會同你做一個線上對談、能量調頻以及教練輔導嘅方式，拆開你嘅盲點，揾你嘅可行性，改變貧窮思維同心態，達成目標，一齊實現一個有意義、喜悅嘅生活。最後，自由仲有一個好大嘅重點係，你要有勇氣活成你想要嘅樣子。你可以問下自己，我而家做緊嘅嘢有冇向緊我想要嘅人生而前進？如果完全冇嘅，你從今日開始改變。有一句說話講得好好㗎，想全是問題，做全是答案。開始做就啱㗎啦，你會越行越清晰。如果你想同一班一樣着重自我成長嘅女仔一齊努力，亦都歡迎你加入我哋嘅粵熙蛻變圈 WhatsApp 社群。我會喺入邊定期做一啲唔同主題嘅直播，包括自我成長、能量療癒。最近亦都實行緊一個52日高能量養成計劃，每日聽5分鐘嘅冥想音頻，調節情緒，連結內在，提升能量。想加入嘅同樣資訊欄有群組嘅連結。想了解更加多靈氣係啲咩嘅，點樣應用喺日常生活，提升你嘅能量狀態，亦都係喺資訊欄有相關嘅連結。有興趣嘅亦都要趕快報名啦，因為8個人係額滿直至。如果今集對你有幫助嘅話，喺 Podcast 留低5星好評啦，同埋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Podcast 頻道，我哋一齊成長，以及分享俾你身邊好重要嘅朋友，俾更多女仔一齊變靚變自信，成為一個走路大風嘅旅行。我哋下集見啦，拜拜。